新團委劇得到我部城市頻道，現在是高夢窗報告新聞。我國即日起對4名涉及到約旦河西岸針對巴勒斯坦人展開極端主義暴力行為嘅以色列行國者，實施針對世界經濟制裁措施並禁止伊人入境。我國外交部發表文交代，指4人涉及嘅極端暴行唔稱是違法，阻礙以色列嘅巴勒斯坦達至兩國愛國嘅方案。地鐵考古社工作小組所委任嘅獨立諮詢小組單，我國嘅鐵路系統已到全球樹立了退標考古社嘅標杆，而各項改進措施需要嘅時間全面落實。由5名海內外專家組成嘅獨立諮詢小組建議運營小白會、人工智能及自動化等新嘅科技，到故障發生之際及時處理，同時建立可持續嘅人才儲備。並到鐵路事故發生嘅時候，針對唔當群體調整交通嘅方式。碧山地鐵車廠嘅升級工程項目完工，升級之後嘅車廠列車減少能力翻倍，能力則升大約3成。升級之後嘅碧山車廠採用多項自動化技術來提高效率，列車減少嘅能力從每一個月嘅2列增加到4列，減少嘅時間也將減半。本地今年頭8個月，因為加州塞車而導致嘅交通事故達到94起，甲去年同個時期嘅113起相比，落了將近2成。不過，因為加州塞車而被捕嘅人數哩粗略有增加。隨着年尾加在就會到來，交通警察推出黃州後駕駛嘅運動，鼓勵遊客使用推客駕駛嘅服務。當局也設立了海報甲大紙，傳達反對加州塞車嘅信息，措施頭緒到卻拿碼頭刺驚。特省社區保健機構設立頭一個水上嘅中心，以滿足日夜增加嘅需求。到新港鳳梅路對41項座政府處樓下嘅水上中心，莫再設有15個水上站。即當全面投入服務之後，水上站會增加到25個。中心現在為40名患者提供服務，而該未來另幫120名患者受益。醫局幼稚園由6月分校嘅173名學生及12名職員出現懷疑是胃腸炎嘅症狀，伊人是食了美德兒童國際學校經營嘅食物之後出現症狀，食品局已下令國際學校到丹麥尼嘅食品經營業務即日起暫停運作，直至到另行通知。澎湖商場水平坊地下樓層嘅廁所水龍頭，近來被網民發現流出泥白色嘅自來水。供應事業局表示，商場嘅自來水無問題，會得換窗接應。新聞報告完了。